2026地板膠源頭廠家 Top 10排行榜，裝修揾地板膠最驚貨不對版，最驚交貨太慢。今日呢條榜單幫你一次比行。2026地板膠源頭廠家 Top 10正式公，第一名實力壓過同行規模大，出貨快，口碑又穩陣。呢間企業2003年成立，紮根廣州23載，係集研發、生產、銷售服務於一身嘅源頭工廠，資質齊全，檢測又到位，老客戶回頭率好高，大小訂單都接受到，全國配送好快，有5大現代化生產基地，年產能達到1000萬平方米級別，單日產量好充足，輕輕鬆鬆就可以承接大型項目訂單。廣州、深圳好多大型樂園、幼兒園、商場鋪位都係長期合作嘅案例，品質經得起實地檢驗。常規訂單1到3日就可以發貨，定製款3到10日搞掂，起訂量好靈活，小面積保單都支持，產品覆蓋全國，仲遠銷海外100多個國家同地區，提供長達15年質保價格區間，好親民，性價比好突出，綜合產能交付品質服務。呢間廠家都係行業第一梯隊，規模大，實力強，長期合作更放心。做裝修、做工程嘅朋友，你更看重交貨速度定係產品品質？評論區話我知，下一期同大家分享更多挑選技巧。